再来看，咱去美国参加 Trump 就职典礼的8位跨党派的立委，伫美东时间1月21日的时阵去拜访美国国会议员。韩国瑜是来表示讲，希望呢，这美台商定扣税这快速减免的法案呢，是会当顺利伫参议院来通过。今天来美国国会，除了拜访友台小组以及相关的议员之外，我们也期盼美台双重这个课税的这样的一个协定，经过了众议院、参议院这边也能够加快速度的审查，这对于台美双方企业界来讲是巨大的利多。再者，我们也希望跟美国国会跟国会之间有更深入、更广泛的交流。伫个驻美代表如大雷的陪同之下呢，咱国的立委也有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总算是见到面啊。去参加会议的这众议员是表示讲，双方呢是有讲到军售，也有军援的资金，也来讲到台湾晶片的角色。这行程结束了后，庆贺团的成员也会去参加华府的宴会。